他们欠本君之情，也是时候该偿还。天后是要牺牲凤族族人？时至今日，你竟还在颠倒是非。6万年前，便是你对月。妖神并未恢复真神之力，但他迟早会找上我为月迷复仇，变得更强，是我唯一的出路了。日前，仙妖两族在罗刹地开战，妖族人口口声声说其族人被我天宫掠走。起先，夏军只是当他们信口雌黄，以此挑起事端。但在一偶然契机下，夏军在仙界某处发现了这些理应被关入天牢的战犯，个个死状可怖。灵气枯竭，形容枯槁，魔气。虽然魔神在6万年前被众神消灭，可人间怨孽煞3级皆可成魔。倘若这战犯真的是从我天宫走失，那这人定与天宫脱不了干系。东华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得泄露。天君放心，夏军定当守口如瓶。什么？天帝竟然让剑儿打理凤族？天后，凤族是您的心血，但二殿下也是您嫡亲的人，由他打理凤族有何不可？属下多言。告诉你也不是不可。本君有些秘密，藏在凤族梧桐林中，不想让剑儿知道吧？本君让你利用妖族兵将，你做得如何？一切按天后吩咐。此灵丹内有大量妖族兵将的灵力，可助您净化魔力。都怪本君一时疏忽，竟然让魔气进入体内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如今之计，只有通过吸收仙妖大量的灵力来净化体内的魔气。天后放心，属下定会为天后寻找更多灵力。哼！自本君打理凤族起，没有一天不尽心尽力。这6万年，梧桐林在本尊的庇护下，族人无不对我歌功颂德。他们欠本君之情，也是时候该偿还。天后是要牺牲凤族族人？凤族存世10几万载，从来没有人有过本君的地位。若本君坠魔，族人蒙羞，凤族再难立足于3界，比起尊荣，区区几百条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